歡迎收睇樓市師見，我哋先睇睇最新一期嘅 CCL， 收報143.46點，按周升0.68%，翻去2024年6月嘅水平。咁咧，我哋開始今日嘅主題之前咧，先有問題想問下施生。施生啊，依家坊間咧其實都普遍認同樓市咧，住宅樓市已經見底回升啦。咁其實未來樓市嘅走向仲有啲咩需要留意咧？通常咧，房地產市場周期性係好明顯嘅，即係由於佢嘅生產期係好長嘅，即係如果一旦個市好翻，供應緊張翻，佢係有一段時間都唔容易補充翻嘅。咁所以佢見底，即係熊市完咗，進入牛市嘅時候咧，佢會持續，唔係升3-2個月，一升係升即係少則3年、10年、8年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嗰個熊市已經過咗，開始進入牛市咧，佢會持續一段時間嘅。而房地產以前我嘅觀察咧，就係一浪高過一浪嘅，咁之前嗰浪咧就係中原城市指數去到191咁嘅水平啦，咁又如果而家升上191咧，都有成差唔多4成嘅升幅嘅。咁呢個咧就係基本上即係個趨向性比較大嘅一個推論啦，即係如果你再長啲、再遠啲，咁嗰個或然性就會比較高啦。眼前可以睇到嘅咧就係緩緩上升嘅復甦期咧已經去到尾㗎啦，下一階段嘅升勢咧係會加劇嘅。好，唔該，施生。咁咧，我哋今日咧邀請到中原財務董事總經理梁理中先生咧嚟同我哋一齊傾下一啲買樓啊或者按揭嘅一啲風險管理嘅。咁兩位你哋好。咁最近咧有發展商咧就向一啲撻訂嘅買家咧追翻嗰個重售差價，部分買家咧最終仲被頒令破產添。梁生啊，你喺財經界即係咁多年啦，見證咗97年嘅撻訂潮，呢一類嘅追差價個案係罕見啦，定係啲話都好常有咧？發展商咧通常喺咩情況底下咧都會採取呢一啲比較強硬嘅追差價行動啊？嗱，我諗施生印象應該可能佢經驗好過啊。其實一定有罕見嘅，我個人感覺。97年嗰次咧，其實基本上咧，點解罕見咧？第一就係主要因為啲人撻咗訂個有差價，咁但係當時我覺得咧，新嘅特區政府都係好主張共度時間嘅，咁叫啲銀行幫下手啊，叫啲大嘅即係財團幫下手，咁變咗嗰陣時就算有做咧，都唔係高調做，咁但係固之然啦，你始終即係有差價蝕咧，咁個發展係有呢個權利嘅。咁但係實際上咧，你進行呢樣嘢嗰時咧，其實你有付出嘅，譬如你要有一個律師同你搞啲嘢啊、啲文件啊，同埋過程都好耐嘅。咁我估佢主要咧係因為想擺一個立場，就係你唔好諗住係咁走出去就得啦咁樣嚇。咁你至於你話咧因為呢樣嘢去做呢樣嘢究竟係咪應該或者其他個問題咧？咁因為而家嗰個破產法咧，你就算去到啲人破完產之後咧，佢4年之後咧，都係可以重新，只要佢處理好嘅，就可以一條好漢。但係不過咧，要大家留意咧，當你俾人追破產，即係譬如話有人嘅發展商追個差價，追個業主，業主其實當中係要回答法庭啊或者破產管理官一啲問題。咁你都要將啲財產咧清楚説明，將啲債項清楚説明。如果當中申報嗰陣時咧，有啲遺漏或者故意或者俾法庭或者破產管理官覺得係有問題咧，呢個可能就唔係一個普通民事個案，可能係欺騙咧，就可能係一個刑事個案咧，咁就可能有機會嘅責任仲大。咁另外咧就我哋印象中咧，其實好多時過程裏邊你係業主，你同發展商傾下，俾翻多啲補翻啲錢，俾唔足。
或者甚至到一般嚟講，你同銀行、財務公司補翻俾你，一般嗰個債權人咧都可能喺過程裏邊就接受嘅。咁佢哋覺得收翻啲就好過告到破產，因為破產之後都未必有嗰個著數嘅。咁呢個都係個市場上嗰個觀察嚟嘅。就對於呢個情況咧，我自己覺得社會上啊或者媒體上咧，通常係同情嗰個撻訂嗰個買家多過咧就支持去追究嗰個發展商。但我覺得咧就人情還人情，道理還道理嚇。咁唔應該因為發展商有錢就應該唔好追嚇。咁佢係有份合約喺度噶嘛。香港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啊，香港嘅經濟能夠有今天咁嘅水平咧，同我哋尊重合約嚇，履行合約，同埋我哋嘅社會有個司法制度去令到合約有一定嘅保障，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我就唔認同話要將嗰啲去追究嘅人睇成係唔啱嘅唔撻訂我好慘㗎啦，你唔好再追我，你追我就即係變咗係罪人咁。我覺得咁樣係對香港嘅發展係未必有好處嘅。因為現實咧，我知道好多發展商未必會去追。點解未必會去追咧？即係一個咧，如果佢市都未曾好太好嘅時候，佢去追去告人哋報導出嚟咧，會嚇即係一個咧就個盤個盤撻晒訂都而家嘅價錢即係放棄首期都唔止啊，變咗個價錢跌咗，咁對個盤嘅嗰個形象係冇好處。另外咧就係你買樓嗰個買家咧話哇，幫襯呢個發展商啊，將來告到你破產㗎，咁啊啲人就會去避免去幫襯呢個啦。呢個就變咗發展商自己都係有一定嘅對自己造成嘅損失，所以唔係咁多個發展商，即係大部分發展商都冇採取呢種行動，咁所以變咗咧就有個別採取咧就可能俾人哋批評咯。但係批評嘅理由係唔成立嘅，佢係依法去追究啊嘛。咁點解要簽合約咧？簽合約個目的就係有人違約，你係可以追究噶嘛。咁而家又變咗追究唔啱喎，咁我哋嘅制度咪亂晒龍咯咁所以我自己就認為即係有啲客我都會話俾佢聽唔係個個發展商會追，但係你嘅責任要去完成嘅合約噶嘛。即係完成合約即係包括邊啲咧？一個如果有損失，你係要賠償損失即係譬如發展商賣俾你，唔賣俾第二個喎賣咗俾你，你又唔肯俾咗首期，又唔肯俾尾數，咁佢咪失咗一個賣俾一個肯俾埋尾數嘅人嘅機會咯。所以佢就會再賣出去有個差價，佢咪追你嘅差價咯。除咗追差價之外，發展商咧就仲可以要求叫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就係合約咁寫，你就一定要咁做。而家正式合約叫做必買必賣噶嘛，
必須要買、必須要賣噶嘛。咁你冇買，佢咪可以叫你繼續履行合約，你唔履行佢咪採取法律行動咯。你話我冇錢，佢唔知你真冇錢定假冇錢咪要你即係等於要間公司清盤，要你將所有嘅財富攞出嚟。佢如果你有第啲物業，佢可以拍賣你啲物業去買佢嘅嗰層樓。如果唔係咧，佢可以告到你破產為止。咁呢個咧係買樓嘅時候你要知道，同埋你係有咁嘅責任嘅，就唔能夠話人哋告你你話話告嗰個唔啱。如果咁樣告個唔啱嘅話咧，我哋嘅合約就無法履行冇法律保障，呢個對香港社會造成嘅破壞會更加大咯。嗱，呢個先生我都絕對同意咧，因為如果以香港嚟計，我哋暫時嗰個合約法咧都係香港好重要嘅根基。咁另外咧都想講翻，就頭先先生講得啱嘅，好多時我哋對追債話好似發展商追人，好似一個新聞咁樣。實際上咧，我哋都了解到有啲人客咧，佢都有自己嗰個財富安排嘅。咁有時真係有錢，佢可能轉咗落太太啊，或者其他方面咁樣咧。咁如果你唔做一個過程去做咧，就唔會逼佢即係履行嘅責任啦。另外就係其實咧想同大家講咧，有一部分人佢嘅工作啊，或者佢嘅地位咧係好怕破產嘅，譬如啲名人啦，或者甚至到咧佢專業人士啦。咁變咗有時咧，如果佢爭嘅錢唔係多，其實佢有責任去做翻樣嘢，就維持翻佢而家呢個地位同埋呢個賺錢能力。咁我覺得如果你唔追咧，就佢又唔使付出㗎咯喎。咁我估頭先阿先生所講嗰個就係話發展商佢要整體考慮嘅。原則上佢係有權，但係佢咁做咧，你又有普通人你追咗佢冇乜作用，係一個示範啊境界。但係有啲人你一追佢真係驚嘅，咁佢真係諗辦法去還錢。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追債過程個現實嚟嘅。咁其實合約都寫咗啦，發展商係有權去追嗰個差價，但係實際上啱啱兩位都講咗話，其實唔係個個發展商都會行使呢個權利。其實呢個分別會唔會話可以理解做發展商對後市會唔會有啲咩唔同睇法啊？又或者側面反映咗發展商佢財務狀況啊，對後市會唔會又有啲咩啟示咧？同佢嘅財務狀況應該冇關係嘅，而係發展商自己嘅做生意嘅立場做生意嘅理念去決定嘅咁譬如而家追究嗰啲個發展商，照我所知佢都係財力都好雄厚嘅佢喺高峰期亦都冇做太多嘅投資，應該咩嘅風險債務都唔係嚴重嘅。有啲人話：哇，追撻訂係咪代表個市好差咧？通常咧，市好差嘅時候就未喐手追嘅即係市好差嘅時候，佢收翻層樓，佢都賣唔出去，佢就唔好搞咁多嘢住。你都俾咗訂啦。即係俾咗首期啦，遲啲先至交尾數嘅啫。我咪等你到期唔交，我先至考慮追唔追啦。你即使到期唔交，我都可以等你噶。個市唔好，我咪等下睇下會唔會好啲咧。而家點解突然間多咗呢啲咁嘅案例咧？其實係市好咗，市好咗咧，發展商收咗層樓啊，賣得出啊嘛。咁佢要完成個收樓嘅程序先至可以再賣嗰陣。如果唔係賣咗雙份，賣完俾你又賣俾佢，你又到時嚟追我，所以佢先要同你解決咗個原有嘅關係。咁一般唔追究嘅發展商咧，就係同你簽張取消合約，咁咪大家互不追究啦。咁呢樣嘢會做得快啲嘅咁有啲發展商諗住快脆買佢，咪同你取消合約咯。咁而家呢間公司咧就
試下追，睇下追唔追得翻，盡晒努力嚇，唔得，佢就喺法庭作咗一個判決，究竟責任喺邊個度啊？係個買家責任，買家而家無法完成佢嘅責任，佢而家就即係原有合約就無效啦。咁佢就可以咧就再賣俾人。所以而家咧係市好咗，可以賣俾人，先至多發展商出嚟做呢啲行為嘅啊。如果佢賣唔到嘅，話拖好耐，佢啊都仲可以情深款款嚟等待你嘅。咁近年咧，其實我哋都見到市面上有好多樓按嘅廣告啦，物業都被標榜為一個另類嘅流動資金，加按啊、二按甚至三按嘅情況咧都非常之普遍嘅。咁就想問下梁生啦，破產宗數回升、銀主盤都增加，係咪反映咗部分業主佢哋嗰個過度槓桿嘅情況咧？假如金融市場動盪啦，會唔會令到即係依家升緊啊嘛樓市又會跌翻落嚟咧？嗱咁樣啦，首先就係破產宗數多、銀主盤多都係兩個因素啫。第一個因素就係嗰個樓價下跌，跟住就第二個因素就係經濟唔好或者個別嗰啲供樓人士個能力唔好啦，因為可能減人工啊，冇嘢做，供唔到。咁呢個就會在衍生到嗰個銀主盤同埋呢個破產嘅數字。咁呢個咧就其實我哋而家見到個破產數字咧係過往樓價下跌嘅。咁頭先阿施生都講緊咧，其實樓市回升翻嗰陣時咧。其實有啲破產數字或者有啲銀主盤有機會會即係調翻高，即係減翻少啊！因為到你嘅樓價升翻嗰陣時，可能嗰陣都會自動賣翻出去啊，或者好快最即係容易即係套現咧，咁就可以減少啲債務啊！呢個係一個問題。最近負資產嘅數字係降低嘅，負資產佢唔係佢只係按照嗰個你嘅按揭嘅金額同埋你個樓價嘅估值去計啊，咁啊。當然負資產同佢變銀主盤係兩回事嚟嘅，佢嘅樓價係跌得低過佢嘅即係貸款，但係佢都仲係繼續供樓俾利息和有還本金，咁銀行通常就唔會去封佢樓啊，要拍賣佢層樓。而家呢啲變成銀主盤嘅咧，其實都走流程，都所發生嘅事都係年幾前發生嘅嘢嚟㗎啦，就唔係反映當前嘅情況。啊，當前嘅市況如何咧？你睇負資產嘅比例升定跌，就係近啲嘅情況。啊，即係拍賣銀主盤咧，個可能市復甦咗一段時間都仲賣緊嘅，呢啲係舊時正落嘅麻煩。嗱，呢個要大家明白咧，就嗰個負資產數字咧，未必係危機嚟嘅，因為你繼續供到樓咧，問題不大。香港嚟講，大家要明白，我哋嘅樓市借貸好平嘅，尤其是銀行嗰啲咧，即係好平嘅利息。主要原因就係佢哋覺得住緊嘅樓咧，唔會咁容易撻訂走嘅，因為佢要照顧屋企人嘅生活啊、上學啊咁樣，或者你唔喺度住，你除非離開香港啫，你都要租樓。咁但係當然咧，真係經濟好差，或者佢嘅條件斷得差，有個別啲人嘅，所以我又唔覺得，如果你係香港大部分銀行即係按揭都係銀行做咧，其實呢個市譬如金管局講咧，都係應該趨向穩健嘅。而家見到嗰啲就係因為可能佢即係做生意，我哋見到有啲客就做生意佢唔捨得止蝕啊。又加按多啲，又指示又加按多啲，點樣生意就做唔到？但係嗰層樓又下調，咁咪變咗整個經濟差。呢啲嚟講，理論上都係過往出現樓價下跌嗰陣時一啲情況啦。咁就唔係話一個金融嘅大問題。如果你話突然間脫歐咁咪金融問題啦。所以呢啲唔足以成為一個影響樓市嘅大問題嚟咧。因為樓市都係個供求啊。阿施生講緊嗰個，即係話個即係 cycle 嗰個改變咪多。呢次樓價下跌咧，係好大嘅原因係啲人對後市嘅預期所造成嘅，就唔同有啲情況下真係經濟衰退啊、失業率上升啊、
如果係樓市回調伴隨住經濟衰退同失業率上升咧，咁咧就負資產啊、供唔起啊、變銀主盤啊，就會一連串咁嚟嘅啦。咁而家香港經濟咧就仲有好似有3點幾嘅嘅增長，失業率咧係即係相對低嘅，都係3.8左右。咁呢個咧就嗰個宏觀嘅大環境其實唔係咁差嚇，只不過有啲人對後市有擔憂所以佢就延遲入市嘅時間啊，或者唔買住租住先啊。咁當譬如最近股市交投增加，恒生指數又上升，香港又重新奪回IPO 最多嘅中心，咁個形勢相對明朗咗之後咧，其實個市係一路改善緊嘅，所以就唔能夠話有啲銀主盤啊就象徵住個市唔好。銀主盤嘅出現同佢實際個真正爆破嘅時間咧係差咗成年有多噶啦。咁先生，你近呢幾個月都多次開聲就話，即係樓市咧其實都重回升浪啦。咁你對一班嗰啲上車業主，你覺得佢哋應該點樣做財務安排，先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咧？喺呢個時候，你先要了解自己嘅財政狀況同埋生活需要。咁你先至可以決定你係咪踏入適宜買樓嘅資格嚇。咁有啲人錢又未儲又未揾到組織家庭嘅對象，咁你咪唔需要咁快買樓住㗎嚇。咁你可以先解決其他嗰啲問題先咯。我自己覺得咧就我只係話俾社會聽個市場喺處轉變啦，即係復甦期慢慢上升嘅日子咧嚟到呢個位咧就可能告一段落㗎啦。下一個階段咧升勢就會急啲㗎啦。咁你真係有用嘅，有負擔得起嘅，咁你就喺呢個時候咧係行動迅速啲，比觀望係有着數。市跌嘅時候，你梗係觀望嘅有着數，越觀望越平啊嘛。市橫行或者微升嘅時候，你觀望嘅代價都唔係好大嘅。下一個階段咧，你觀望嘅代價會大啲即係呢個係你入市自己有能力啦，有需要啦，喺唔同嘅市況下咧，就要採取唔同嘅策略咯咁我見有啲客出嚟最近睇樓，呢個禮拜再睇就發覺上個禮拜睇過嗰啲筍嘅都好多都俾人賣咗啦，剩翻落嚟嗰啲咧個價錢就相對高啊。通常個市場上都係先賣嗰啲係筍盤賣咗之後，剩翻嗰啲咧就係要價比較硬啲嘅業主咯。咁而家就係出現嘅情況就係交投增加啊嘛交投增加就係啲筍盤就去快啲，剩低落嚟嘅就係價錢略高嗰啲。如果發覺價錢略高嗰啲都陸續買得去啦，咁其他啲業主就會嗌價更加高咯。所以我自己睇呢個市咧就係緩緩上升嘅階段嚟到呢個情況咧就告一階段㗎啦。咁而樓市咧週期性相對明顯，復甦完咧到高漲嘅時候佢會升級咗㗎。
咁呢個係而家嘅市場狀況。咁你要日時間要了解市場狀況，你先可以採取到恰當嘅行動咯。咁你就唔好聽我講，就算你要去市場直接觀察下自己做判斷咯。阿先生，我都想補充埋咧，你買樓同發展商嗰段咧就係同佢合約啦。完成嗰個合約咧，你同銀行借錢咧，你個業主又變咗同銀行有合約嘅。咁補充翻佢你所講嗰個就係話，我覺得作為業主咧，你個合約咧要履行咧，要勤力啲去處理自己嘅財務狀況。譬如你嘅支出啊，以前去2次旅行，9人減為1次啊，咁你要就你嘅財務狀況履行翻你同銀行或者財務公司個借貸合約，咁都係一個我哋而家香港呢個市場大家應該要盡嘅責任咯。咁我覺得大家要明白自己個處境。咁你借錢銀行唔會無啦啦借俾你噶嘛？一個咧，而家呢啲借嘅咧係按揭貸款嚟嘅，你係要將自己嘅物業嘅業權抵押俾業主你同銀行借錢，其實你係分開自用借錢，抑或投資借錢嘅一般銀行咧，你自己住咧，佢又願意用低啲嘅利息，你攞嚟出租咧，佢又要收你貴啲嘅利息。我就見過有啲賣樓嘅人咧，佢為咗低啲嘅利息啊，為咗銀行唔好收佢咁貴利息咧，喺填申請表嘅時候問佢層樓攞嚟自住一話出租，佢就填咗自住，實際上咧佢係出租，結果咧就俾人哋告佢即係偽造文件啊，或者發假誓啊，嗰啲虛假宣稱啊，搞到坐監㗎所以呢啲咧都要小心即係同埋咧，你係如果係自住轉咗出租咧，你又有責任通知銀行另外，你即使話咗係出租嘅，銀行借錢俾你嘅時候，知道你係出租嘅，你都有責任將來租嘅時候咧，要去申請 bank consent， 即係要申請銀行批准你租層樓出去要申請銀行批准嘅。不過我見到市場嘅情況咧，香港大部分嘅業主咧，都係唔想去攞 bank consent 嘅，一攞 bank consent 就穿煲啦嘛，佢初話自住噶嘛，咁呢啲情況咧就個租客要自己衡量啦。如果層樓抵押咗俾銀行而冇 bank consent 嘅咧，銀行又係有權唔承認呢個租約嘅，咁所以雖然有啲嘢日日都做開，好多人未必了解原來要求咁多嘅咁自己簽嗰份合約之前最好睇清楚啦當然困難咧就唔係個個人睇得掂嗰份合約因為而家律師費又好平啊嘛好難叫個律師逐頁幫你解釋嘅啦，都係鉛兩鉛講兩句咁你就簽咗落去啦實際上入邊有好多內容嘅。好，咁今日都好多謝兩位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意見啦。咁希望大家咧喺呢個買樓啦，或者做呢個按揭之前咧，都要做好風險管理啦。咁我哋今日嘅時間差唔多，下次節目時間再見。